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5月20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约珥书第2章18节到29节。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到1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温书。每一摆伫圣诞节的时阵，有真侪人拢会买礼物来互相赠送。伫美国呢，圣诞节期等于差不多是新年的节期，所以大家拢真重视伫这个节期中间送礼。有真侪大的卖场拢摆有够侪花里绿格这个礼物当然是销路真好啦会通安尼看起来，就是讲大部分的人嘛拢真期待会通收到礼物但是呢，送礼物是一个真重要的事啦社交来讲但是另外嘛，这是一个艺术啦圣经内底非常重视礼物，可能牧师讲礼物有真侪兄弟比较较兴奋。伫原文提到着礼物 gift， 其实嘛翻译做文书。咱比较较熟这个讲法啦但是事实上，若照圣经的记载，上帝祝福啦、施恩啦、保守啦、看顾等等这些代志，拢是上帝所赏赐恩典互世间人。这拢是礼物，而且拢是白白得来的，通常拢是上帝主动所赏赐的。约珥书第2章的18节到29节，安尼讲着。上帝阁祝福，迄时上主会深深来疼惜伊的土地，阁怜悯伊的子民。上主应伊的子民讲：我要赐恁5国新酒甲新油，互恁心满意足。我袂阁互恁受到列国的凌辱。我要互北方来的军队离开恁这个所在远，甲因赶去旷野趴远的地，将队赶入东边的死海，后队赶入西边的地中海。因尸体的歹味冲悬，臭味冲天。确实，上主有完成这个大代志。土地毋免惊，着欢喜快乐。上主确实有做大代志。田野的走兽毋免惊，因为旷野的草木变青翠，树木结果子，无花果树、葡萄树拢结真侪果子。錫安的子民恁欢喜着，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来快乐。伊照时落秋天的雨互恁。甲以前同款，佮祝福恁落春林秋雨。5国场有满满的5国，酒樽有新酒，油窟有新油满出来。我派来恁遮一群佮一群的草蜢大军，草蜢囝、草蜢公，佮大只的草蜢。几若年甲恁食去的农作物，我拢要保守恁。恁有真侪通食到饱，阁会称赞上主。恁的上帝的名，因为伊为着恁所做奇妙的事。我的子民永远袂阁失败见效。恁就会知我伫以色列人的中间，阁知只有我是上主恁的上帝，以外无有别个。我的子民永远袂阁失败见效。以后我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互所有的人。
恁的囝、恁的查某囝会讲语言，恁的老人会做梦，少年人会看见异象。伫遐一日，我甚至要看见我的神变落伫湖泊人甲路边。上帝祝福，可能毋是咱所期待迄种的礼物，但是却会当互人无搁再陷落伫绝望的中间，互人有愿望再度得到福气。当然，上帝恩赐种类真多样啦，施恩赐福嘛，赏赐互人特别的恩典。但是，这种多样性的恩赐礼物的目的，是要为着互人来服侍同一位上帝。因为咱的恩赐拢对同一个圣神来。保罗甲哥林多教会所写的批信安尼写着。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到12节，讲恩赐有真侪款，毋过赐恩赐的是同一个圣神；赐福有真侪款，毋过赐福是同一位主；工作有真侪款，毋过帮助逐人去做逐项代志的是同一个上帝。圣神伫逐人的心中显明的是要互大家得到利益。有人通过圣神得到信息的智慧，有人根据同一个圣神得到传信息的知识，有人对同一个圣神得到信心，有人对同一个圣神得到医病的恩赐，有人得到行神迹的恩赐，有人得到传上帝信息的恩赐。有人得到分辨上帝的神甲别个神的恩赐，有人得到讲灵语的恩赐，有人得到解说灵语的恩赐。这一切拢是同一位圣神的运作。伊照家己的意思，将无同款的恩赐分互逐个人。上帝将无同款的恩赐照家己的旨意赏赐互每一个无同款的人。互人会通用这恩赐的礼物来服侍同款一个主的教会。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上主啊，你所做汉济，拢是你用智慧所做，全地满满拢是你的创造。伫遐有海大搁阔，内面有算不了的动物。大细的活物拢有，伫遐有船在行，有你所创造海兽收来收去，正会拢得靠你。你照时互因食物，你迄互因就捡起来。你踢开手，因就有好物食到饱。你面越走，毋看因就烦恼惊吓。你将因的气收回，因就死去归回土粉。你一个分开，因就受创造。你互地面拢换新，愿上帝的荣光永远存续。愿上主因为家己的创造欢喜。伊看地，地就震动；伊望山，山就青烟。我要一世人对上主吟诗。我要活地时，要对我的上帝唱歌而乐。愿伊欢喜接纳我的默想，我要因为上主欢喜快乐。愿做人对世上消灭，愿歹人拢无去。我的心神啊，就称赞上主，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感谢主赐恩互阮。互阮无同款的恩赐来服侍，互阮得到学习同心合意的服侍。求主帮助阮更较谦卑，更较愿意顺服，更较同心的服侍主。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